日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朗屏西鐵站樓下嘅幸運樓，佢係單獨式屋苑嘅，一共137個單位，亦都非常之罕有放盤。今日呢個盤咧就係315尺嘅兩房單位，業主嗌價咧328萬，企理裝修，做咗開放式廚房，單位向南嘅。呢一個咧係鎖匙盤嚟嘅，歡迎大家約我睇樓，我電話係90835540，90835540。幸運樓嘅樓齡咧大概係46年樓齡，1980年入伙嘅。樓下亦都咧民生設備齊全，有食肆啦，有餐廳啦，亦都有街市嘅。如果對呢個盤有興趣，歡迎約我哋睇樓。我係黃小姐，90835540，90835540，歡迎打俾我㗎。